香港嘅殖民統治始於鴉片戰爭。喺香港開埠早期，同鴉片買賣相關嘅收入，亦都係政府嘅重要收入來源。究竟幾時香港決心開始掃毒嘅呢？背後有咩考量？用過咩方法呢？今日我哋請嚟香港史研究中心嘅陳俊祺，為我哋回顧呢段歷史。當我哋講起毒品 narcotics， 喺香港同埋大部分亞洲國家當中，我哋都係不其然咁妖魔化毒品，聯想到佢嘅副作用，例如精神恍惚、抑鬱、焦慮、會上癮，甚至乎令你家破人亡、危害生命。當我哋從歷史嘅角度去諗呢件事，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哋都知道香港因為鴉片戰爭而成為殖民地，而鴉片貿易喺19世紀去到20世紀初都係香港經濟同商業嘅命脈。而呢種毒品會上癮嘅信息喺香港只有好短嘅歷史。大約喺2次世界大戰之後先開始出現，而更加重要嘅係香港喺20世紀當中成功轉型，成為亞洲首屈一指嘅禁毒城市。究竟香港點解會開始禁毒？背後有咩原因？與其執着毒品嘅定義，歷史學家更加傾向將毒品、藥物，甚至乎對腦內嘅荷蒙 chemical 有影響嘅 substance， 用相同嘅角度去討論。放諸喺歷史脈絡底下，會見到糖、朱古力、咖啡、大麻、酒、煙草等等嘅物質。喺17、18世紀開始，已經成為全球歷史一部分。喺政治、醫藥、商業、文化、娛樂、日常生活等等各方面都有極大影響力。對於呢類物質嘅理解，都隨住唔同嘅時空語境之下轉變。究竟咩係毒品？邊個有權力去定義？喺歷史當中，藥物等等同毒品都會有模糊嘅邊界。就好似而家我哋講大麻，喺香港或者新加坡，大麻會俾人當作令人上癮、不能自拔嘅毒品。但喺印度當中，俾人當作傳統文化；而喺美國、加拿大以至泰國，已經成為一種日常娛樂同埋治療特定疾病嘅藥物。所以每個地方對於藥物嘅理解都有特定嘅歷史脈絡，從而規範藥物同毒品嘅分野。套用呢種藥物史嘅觀點，香港係一個好有趣嘅例子。所以今日想用一個藥物史嘅角度去梳理翻香港戰後歷史，去理解究竟殖民政府點解喺1959年發起禁毒運動，背後唔單止係毒品規範嘅問題。呢一段歷史背後反映嘅係殖民管治、政治權力、醫學實驗同埋國際政治之間嘅角力。而香港嘅歷史經驗更加適用於成個亞洲，好多啱啱獨立嘅亞洲國家都有相同嘅禁毒措施去清理呢一種殖民管治遺留之下嘅毒品文化問題。而同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唔同，香港嘅禁毒運動極其成功，喺打擊運動同埋戒毒治療方面更加成為唔同國家嘅參考對象。所以喺討論20世紀中期嘅禁毒運動之前，我哋需要先理解鴉片呢種藥物對於香港、中國以至大英帝國點解咁重要。香港因為鴉片戰爭而建立，簽訂南京條約等等嘅條例，將香港割讓俾英國作為殖民地。而香港當時嘅主要作用其實係將印度嘅鴉片分銷同儲存，再提供俾中國嘅市場。大概喺80年代末期，印度大概有3/4嘅鴉片都係經由香港處理，直至去到19世紀末，香港政府都用發牌或者專賣制度去營運鴉片。所以官方嘅法律、官僚其實都係為咗鴉片貿易服務。用比較通俗啲嘅語言表達，其實當時喺東南亞一帶嘅殖民政府其實自己就係 drug dealer， 而鴉片嘅稅收其實都佔香港政府收入大約2至3成左右，同依家香港回歸之後賣地嘅收入一樣，作為香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而相對於傳統教科書經常將鴉片戰爭以至鴉片代表中國百年恥辱嘅開端，近年歷史學家都主張將鴉片作為一種貿易貨品喺全球之間流通，去擺脫將鴉片當做中國嘅此一個迷思。我哋反而要思考嘅係，究竟邊個牽涉喺鴉片貿易當中？其中英國商人、鴉片加工商、洋行、種植商、運輸中介等等都喺鴉片貿易中得益。但相反，外國傳教士、醫生、外交官、科學家等等都反對鴉片貿易，所以用一個好籠統嘅講法，話英國人就係將鴉片傾銷至中國，會忽略好多歷史嘅複雜性。與此同時，都有留意，即使國民政府、唔同軍閥，甚至其他政黨都曾經牽涉喺鴉片貿易當中。換句話講，喺100幾年嘅鴉片貿易歷史當中，好難非黑即白咁判斷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而喺歐美，鴉片主要當作藥物使用，例如英國19世紀重要嘅止痛鎮靜藥物。美國會用鴉片嚟消除神經緊張，令嬰兒安靜嘅成藥；而上至霍亂、耳痛，下至孕吐、痔瘡等等，甚至乎當時嘅止咳藥水都有大量使用鴉片，而使用嘅方式都係以丸或者液體嚟食用。而去到中國，因為煙草嘅原因，華人都係以吸食嘅方式去使用鴉片。對於華人，抽鴉片有佢嘅社會作用，可以係社會地位嘅標誌，
會透過你嘅煙具啊夠唔夠高級，你吸食嘅煙膏質量夠唔夠好，就好似可以品酒咁，去欣賞鴉片唔同嘅味道，去分翻唔同嘅層級、社會階級等等。而鴉片普遍嘅程度，甚至已經成為消閒嘅象徵，就好似你去人哋屋企拜訪咁，主人家問你食唔食鴉片啊，就好似而家問你飲唔飲水，使唔使食個麵。吸食鴉片已經係一種極之普遍嘅社交活動，而同有錢人以食鴉片嚟分辨社會階級唔同。對於海外華人嚟講，佢哋作為需要大量嘅體力勞動，鴉片更加必須，因為吸食鴉片有一定嘅用價值，係一種放鬆疲勞、消除身體因為日常勞動帶嚟嘅痛楚。而香港喺呢種鴉片作為消閒文化象徵嘅時候，有佢特定嘅角色，就好似歷史學家冼玉儀喺度研究海外華人嘅著作強調，當生鴉片運送到中國通商口岸嘅時候，有部分會運到香港煮成熟鴉片，即係煙膏嚟吸食。而因為當時香港入口嘅生鴉片嗎啡含量較低，甚至有人認為香港水質特殊，煮出嚟嘅鴉片味道比較濃厚，同中國本地種植嘅土壤低級口味唔同。所以香港製造嘅煙膏有品質保證。香港嘅品牌例如福龍同麗源喺海外華人當中都有良好嘅聲譽。即使日後煙膏轉往澳門同埋其他地方製作，唔少生產商都會運到香港，以香港製作個名號繼續出口至加拿大、美國、其他地方等等嘅華人。所以香港鴉片稅收貿易喺好大程度上都係同海外華人嘅消費扣連。而講咁多想表達嘅，其實喺19以至20世紀初嘅香港、中國以至華人文化當中，鴉片並唔單純只係一種國家嘅恥辱，鴉片文化更加係一種矛盾嘅混合體。好多人例如傳教士醫生反對，但龐大嘅商業利益之下，衍生出一種新嘅日常消閒文化。鴉片作為一種華人精英嘅社交工具，一種藥物，一種娛樂，都反映出藥物以至毒品點樣植根喺現代中國同埋香港嘅歷史當中。